台南市近年来积极推动阅读的教育，打造不可新潮阅读的平台，希望透过游戏化的挖矿的机制，大学都提升学童的阅读兴趣。不过，因为相关的册籍需求量大，因此台南市南区扶轮社伫了解图书馆的实际需求，有着现任的社长郑专南号召社友捐赠1700多本的优良图册，予南区的喜秋图书馆，由着区长萧秀华代表来收证。今天刚好是我们扶轮社我们南区扶轮社50周年庆，那也非常感谢我们郑社长，他非常有心，因为他是我们在地洗漱人，那过去从小在洗漱这边成长长大，那事业有成，适逢现在刚好50周年，也担任社长，所以特别回馈我们南区洗漱图书馆。那这一次捐赠了1752册的书籍，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捐赠书籍，结合我们教育局目前在推广的不可阅读的一个活动计划，让我们在地的这些小朋友们可以在我们南区，在我们的洗漱图书馆就可以借阅到非常丰富的一个书籍。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捐赠活动，抛砖引玉，未来有更多的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能够回馈乡里，让我们南区的图书馆更多的一个资源挹注。这个不可行求，因为我有小孩在念小学，然后借不到，真的是很难借到这方面的书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重点就放在这上面，因为给我们的小朋友多一点点的机会去读到这方面的书。这方面的书我也看过，都还不错。对小朋友的一些发展都很好，而且这个都是教育部有挑选过的书籍，就是希望就是说，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改变，然后给小朋友未来有大大的改变。上午的观众仪式包括扶轮社347公区的总监、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总馆长杨富林，以及多位民意代表、依旧国小、附设幼儿园的小朋友拢共同出席。会后区长嘛特别回敬感谢状，感谢南区扶轮社长期关怀地方的教育甲文化，让南区喜秋图书馆成为总图书馆以外第2间拥有不可新潮热门图册的总馆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